继续来关心这屏东雾台飞龙水墙20暗时发生意外，到今还有3个去撩客游客，到今时还未甲因找到。这黄金救援72点钟就特别超过啊！加上山区内面落大雨，增加搜救困难度。惊透早雾台山区有落大雨的几率，烦恼讲这石头会帮落来，前进指挥所就刷向山骹。若这水墙甲深潭是暂停搜救，该用水尾设炸点的方式，而且搁再配合空翕机伫咧找人。激流当中，架起着网状的拦截点，现场伫个飞龙水墙下游，前一天伫个热点找无人，23号设置着拦截点，希望会当早一日找着失踪者。拦截点的部分，今天会查看是不是有无发现啦哈，那有发现的话会随时做一个通报。那另外沿着拦截点往下游到古川大桥前的一个河段的部分会来做一个搜寻。这2天伫个屏东雾台山区天气无稳定，气象局嘛伫个23号早时9点35分解除着豪雨直报，所以嘛提醒中南部山区有可能会落大雨，烦恼落雨造成摊帮也是河水涨起来。这2天持续伫个水墙的全部的路线，搁有深潭来找人的任务，就爱先暂停，改做以空拍机来找。上中下段来做一个搜寻包含深潭当然因为考量雨势那这个部分先暂停那待天气放晴的时候，会来做一个搜寻。已经找到的2名罹难者，加上嘛伫个22号陪同着检察官相验遗体。山人到即马慢慢要逼近着黄金72点钟，天气变化嘛增加着救援的困难。本来架设伫个关注的前进指挥所消防局表示，因为风面高山区落大雨，已经刷到山骹。记者王刘婷、柯正准屏东报道。